念佛蒙開示。唐代嘅法照大師係淨土宗嘅第四祖。大曆2年，大師暫居喺衡州嘅雲峰寺。有一日早上，大師正在食粥，忽然見到缽裏面影出咗五色雲彩嚟。再睇清楚，雲裏面有山有水，仲有一座莊嚴無比嘅大聖竹林寺。呢個咩地方嚟嘅呢？隔咗一日，大師又喺缽裏面睇到呢啲奇妙嘅景象，向人問起，先知道係文殊菩薩嘅聖地五台山。後來法照大師遇到一位老人，老人問佢：你曾經許願要去五台山禮佛，點解你而家唔去啊？時勢艱難，怕且去都困難重重，唯有取消呢個主意啦。你發咗呢個願就能夠去噶啦，怕咩艱難呢？法照大師聽咗之後，仲唔知道點樣回答。忽然之間，呢位老人就消失咗啦。大師心裏面想，咁樣嘅因緣實在好奇妙，所以佢就重新發願。法照願奉此時禮觀大聖，就算呢次去有大火冰河擋住，亦都終無退墮。大曆4年，法照大師就同幾位同道中人由南嶽出發，一路上果然平安順利。大曆5年4月初6，大師一班人嚟到五台縣佛光寺。當日深夜4更，一道奇妙嘅光喺遠處射過嚟，照喺法照大師嘅身上。點解會有咁嘅光嘅呢？大師就跟住呢道光嚟到一座山下邊，山下有溪流，溪流旁邊有道石門，門旁邊有2位童子。我係善財童子，我係難陀童子，請大師跟我哋嚟啊！法照大師就跟住呢2位童子嚟到咗一座寺院。佢岳高頭一睇，寺門有塊大金榜，寫住大聖竹林寺。寺院裏面黃金為地，同時寶塔花台玉樹充滿其中。呢啲唔係我喺缽頭裏面見到嗰啲影像嚟嘅咩？歡喜異常嘅法照大師就跟住入咗講堂啦。講堂裏面有文殊菩薩喺西邊，普賢菩薩喺東面，都高坐喺獅子寶座上邊，為萬千大眾說法。呢個時候，法照大師就禮拜2位大士，並且向佢哋請示：大聖，佛法浩瀚，唔知道修咩法門最為重要呢？文殊菩薩就話俾佢聽：念佛係諸法之王。法照大師聽咗之後又問啦：應該點樣念呢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彼佛願力不可思議。你應當一心念阿彌陀佛，命中決定往生永不退轉。講完咗呢句說話，文殊同普賢2位菩薩就為大師摩頂受記。後來法照大師更加一心念佛，誓願求生極樂淨土。有一日，大師正喺度念佛，
忽然見到一位印度真人對佢講：你嘅蓮花已經成就啦，再過3年就開花啦。3年之後，法照大師就話俾大家聽，佢要走啦。講完之後就坐直個身，就往生啦。